Hello，大家好，我是嗰本培养主管福喜来嘅。讲到我哋慢慢强嘅5、9岁啊，大家应该都轻松嘅吧？不过慢慢的4、9岁，大家有去老了过冇呢？今日啊，我哋都邀請嘅菜貼好朋友來睇大家好好聊聊一下慢慢的4、9歲起咯，也認識一下一個起咯，到底地方有乜嘅特色咯？我哋而家都夾夾嚟邀請我哋菜貼好朋友林玉剛林大哥吧。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林玉剛，今家現在喺地鐵慢慢4、9歲。安尼林大哥，這個本身嘅工作係睇做乜嘅呀？我後生嘅時也有去那邊打拼，因為後來我媽媽身體唔好，我都對一下喺中國喺做事業嘅時候都歸來，都專心照顧我媽媽，一直照顧差唔多20年，過來4年咧，都睇嘅南面時間過多，都睇10多年前都係。蘇東係等咧前任嘅沙期發展協會嘅理事長，都嚟邀請擔任到我哋沙期嘅總幹事，又對因為沙期都係做地方嘅事情，做算都開始參與我哋沙期發動改動嘅沙期演出嘅工作。嗰時林太講這個對一個沙期演出、沙期演出這個部分啊，應該嚟改數嘅吼。清早以前都在參加一個沙期嘅活動，你4、9沙期以前啊，沙期演出嘅部分，它有嘅係做為哪條嘅事情？我哋前面嘅時間，伊嘅本身，伊嘅政府吼，攏有改多針對都市同偏鄉吼，攏有一啲對偏鄉嘅有嘅可能用對想辦法對幫忙。就算伊嘅計劃一次攏10年，前面嘅時間對福利農村到沙期演出，我等一下係沙期演出都唔下，開始接頭下都係啲農村再生，開始我等一下都上到也會按無簡單嘅機會，我等都透過所有嘅同一啲嘅沙期嘅老人家同一啲後生朋友有啲嘅討論過。因為講係伊也農村再生吼，係改好嘅一啲為地方想辦法，也有經費可以演出嘅事情。就算我哋都開始上我哋農委會培訓課程，過來都接下來都會第2階段嘅進階過程，再來第3階段都會做改多伊嘅實作。早上我哋都會開始申請提案咧，故宮過了，故宮過了時，再來到第4階段，最後嘅都一啲結業式，要經過農委會伊嘅農村再生嘅整個過程，要上課喺啲時間，要有一道40人嘅專業嘅通過，開始我哋本身沙期都可以提計劃。可以申請也按呢，都上百萬嘅按呢，再可來都我哋都下來都接下來都本天咩，都更加嘅強壯定決心，當時伊都改善以後伊都做伊都去做沙期理事長，所以伊接下來也會繼續都已經為4、9村來做奉獻來做也會地方再生嘅工作。嗰個等於講，其實我自家也提講，農村再生係農委會一個輕重要一個計劃嘛，喺本農村地區大家強下來去打拼一件事情，都講改創人哋自家嘅農村，本地改好。頭頭林太講嘅嗰種培訓計劃嘅課程啦，也係講進階課程，喺本嘅一地區、沙期地區工作人員提上嘅錯冇？冇錯。一般嘅民眾可能都冇接觸到，喺工作人員上來講，能上嘅課程地區有哪條嘅內容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嗎？伊當初伊也個農村再生同前面咧最大冇相同都講以前唔能沙期，伊唔得想做乜嘅，只有政府議員代表願意同補助，唔能都可以即家向議員掏錢，但是伊啊農委會。伊嘅期盼咧，農村再生伊都有幾下條件。第一，因為伊農村同
都市绿地偏向，一定要有偏乡。第二，伊所讲的再生，如果相对比较咯，头摆的时间落花的农村，就算伊都有一啲再生的计划。就算提5叶的4个果场，爱多经过叶的阶段，又爱一天的树木经过叶的松叶的果场的时间，唔能有资格提案。提案的当中的时间，开始都因为伊叶的最大的差别，就讲伊又唔能地方唔能沙基唔能农村本身由下而上，这只唔能讨论，唔能因为讲世界上样做，做所以我哋当提一刻当初咧讨论时，我哋世界水，我哋有盘整，我哋本身有乜嘅资源，有乜条件，有乜嘅交通。有乜嘅地理运势，我哋拢經過盤整，所以我哋最後有啲結論都講我哋世界水本身都係提太湖山嘅大廈，身後都有2條河壩，有啲東江海屯也嘅假片海，而這邊有一啲客家莊，有啲人係6隊嘅客家莊，所以我哋簡單都有一啲想法都講我哋下一輩將來要做一啲。客家涌泉曼城的也係一啲初步的構想，過來都台本的西部計劃都開始慢慢的進行嘅，睇入安尼。除了唔止我嘅時間參加一個計劃定部工作年太快有1多年。一下嘅本身來講，係等農委會一定愛最後對全面上課。有100個過來，伊有一個規定，最命該參愛47地，通過嘅基本嘅數額，外等後來通過該參，我諗100個又差唔多80人嘅安尼。就算也過來都送去屏東縣政府嘅時，一定也都該歡喜唔定按樂意參與。就算都該順利都通過外等嘅。也人嘛，一啲農村嘅再生嘅所有嘅工作，我哋都可以開始提案嘅。你都開始做嘅農村再生都更加前面睇到林太哥有講到嘛，更加按照係講地方創生一個部分咧。睇下一段時間兩個計劃過渡一個時間啊，林太講這個感覺4個歲開始有乜嘅目標嘅變化嘛？前面睇。我等做嘅時間，都開始因為人培根，就算一下嘅經費幾乎減少，做來下來接下來都本嘢後來嘅沙期理事長林國順，伊國順強伊也各有理念，伊本身也係提嘅有也提大學，伊也有上伊嘅社區營造嘅種過程，伊嘅城鄉改造，就算伊也觀念，如伊開始我哋後來有討論過，我哋一下嘅農村再生本身世界上樣轉型，我哋一下最後嘅盤整嘅結果，我哋可能都兩個方向，一啲都可能都農業應用嚟做，可能比如說講高經濟業有機農業，聽嘢都講用嚟做觀光休閒農業產業，後來我哋結論都講，我哋可能會轉向也觀光休閒嘅，觀光休閒嘅也係農村產業。你用原本本地人都有嘅基礎，就係農業嘛，繼續嚟發展下去，本期一之後。再來呢係利用農業嚟發展人哋嘅觀光，唔過有嘅觀光要同人哋一般嘅觀光冇，佢講叫愛符合人哋在地嘅文化、在地嘅產業向下來成長，係咪啊？你要用兩嘅主題。以前嘅農村再生可能係個偏向農業、產業一個方面，硬體嘅。後些年人哋地方創生只有冇向樣嘅，加下軟體開始人哋人大家有一個意識嘅，向下來用這個產業來發展新嘅觀光。過渡一個時間嘅變化係安尼嘛，一個主發展嘅方向係安尼。唔過都更加頭又有講到地方創生能有結合農業力量，跟農業力量係乜嘅啊？伊最大差別都講前面嘅是農村再生，係一家沙期一家喺做，
无乜嘅外部嘅來支援，哦但是更加一黑沙了也10年嘅階段，伊嘅地方創生是脫離頭擺嘅唔同沙期、國資沙期一家去單打獨鬥，去運作係運作。啊，另一邊咧講啊，伊本身都講啊，要鄉公所哦，一定來主導嘅，邊咧一定結合到產官學界，啊，早上我哋咧鄉長林國順，伊能夠認真也嘅企業來到我哋灣門，哦，啊，早上伊也要去紐蘭河文創企業，來到也灣門有技術點，已經是第11間嘅，係，啊，已經啊目前攏提中北部提東勢新竹苗栗，伊定以前做嘅都係老街活化，係啊，早上鄉公所伊本身都因為講啊，加灣門厝嘅主角嘅以外，啊，伊運用嘅則嚟帶動其他嘅灣門各村嘅發展，啊，都係因為也係地方創生，我定都算產業界嘅，啊，利用好我哋頭家伊嘅批微嘅經驗，哦，伊睇攞杯要7、8個老街活化做個好個成果，啊，做上到來，啊，喺面定過嚟也見入來，啊，更加做上我哋目前嚟講，要開會決定，大約愛提今年嘅11月，愛來舉辦第一屆灣門貨房藝術節嘅活動。啊！第一發動嘅時節，我哋所主要愛呈現嘅主題都係一啲客家神法博物館一啲概念，係哦，唐風嚟講神仙呢！哇，觀眾朋友，原來以前頭擺嘅沙鄉初到農村再生嘅計劃都更加地方創生。原來安尼嘅變化來就無窮嘅發展咯。啊，唔過有個發展地位，頭到林太哥有說嘅，今年辦嘅愛軌道嘅發通，有個發通地位有樣辦嘅內容呢，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前面林太哥同我哋分享嘅四橋沙溪四橋嘅區咯，哦，今年地方發展嘅歷史係樣板。啊，唔過頭頭我又談到佢手機一個鬼神節嘅發通貨房藝術節呢，啊，到底有個發通地方係內容係乜嘅？繼續嚟同林太哥分享咯。林太哥，頭頭你講到有個發通啊，貨房藝術節，我講緊要做乜？唐風嘅鬼神節到底佢係做乜嘅？伊也本身因為我哋客家都係6隊嘅客家，啊，早上當初。我哋嘢為過來時節，我哋會考慮第一隻貨房。伊本身都係林志縣副太總理嘅貨房，都係針對6家6隊。啊，早上我哋都原則上是老街活化。啊，唔過我哋灣門呢四橋水嘅元素本身都會保持一啲西裝頭，又保持20人嘅貨房。啊，我哋都用入嘅貨房嘅元素來都他個人討論。啊，開始頭也要召開個第一啲籌備會議嘅。啊，以下籌備會議嘅時候，由我哋呢鄉長林國順。哦，也有我哋呢有技術點，也有我哋呢東港市保育協會，啊，也有我哋在座，我哋今日目前4橋水有限50愛參與嘅貨房，啊，也有開會嘅後來大家人呢都有啲共識，哦，啊，以下嘅鄉長國順嘅意思都講啊，唔好只限呢提4橋水，啊，早上我哋都有啲考慮講啊。除了呀5橋水4橋水哦本身為一個亮點以外，我哋也愛徵集所有灣門鄉嘅愛參與我哋也嘅藝術節嘅貨房，也該歡迎啊！早上我哋呢啟程
更加7月份已經都對全省募集所有嘅藝術創作家，愛來同我哋講啊，和伊藝術家入來討論同一條方法，讓藝術家用伊嘅方式，可能用漂流木，算裝置藝術，算彩繪牆，同一條伊嘅方法，伊哋嘅歷史同伊哋人文樣結合。由藝術來介入空間，更加7月份嘅時程如安尼，再過來也開始，對鄉公所個藝術書店也有重要嘅消息發出去，萬鄉願意愛來參與藝術嘅貨房策展嘅也貨房也該歡迎嘅，拜託伊哋。提前15日好嘅時間來同我哋報名，開始來對人做一啲營運錄影嘅保存。原來有個藝術嘅方式係講，原來來前面咧老嘅貨房行喺保存好嘅嘛，來做一啲像空間，本藝術家越來越偏，看見人按用辦去規劃，將一個貨房嘅歷史文化用佢哋嘅方式表現出來，變成一個大型嘅藝術展件嘅概念都出來了除了一個藝術展件之外，一個發通期間還會配合到其他大細嘅發通，怎麼本大家想大家來聊，有可能一個貨房變得冇共用，大家就可以翕相啦，甚至於講錄影做其他嘅事情，看伊個展覽，係安尼嘛吼。原則上，我哋以四舊村也5隻貨房，來做伊嘅所有嘅展演同嘅小農市集嘅空間。再過來也會同萬萬嘅社區各個願意同我哋嘅貨房，我哋會去對人普遍咧做一啲營運嘅保存。大約最後剪輯到差唔多3到5分鐘，一啲簡單嘅做伊哋嘅文化歷史，個伊哋嘅所有嘅貨房嘅來源嘅嚴格空間，做一啲保存。聽日我哋也會。來到策展時，來到我哋藝術節4個歲時，也會做一啲文化地圖。一定經過看過文化地圖嘅時，伊也要做一啲簡單嘅繪本嘅介紹講也嘅貨房。就算一定等到來到4個歲，上個剛係要去5個歲，去陳德全，個有一特色嘅貨房，去參觀嘅時間，一定我哋也會編嘅都會。將嘅鋪喺地雲端，一定看多嘢時間，一定都掃 QR code，也可以做一啲簡單嘅營運導覽，第下講也會陳德也5個歲，一定嘅貨房歷史，透過也會同結合，來邀請一定參與我哋111日萬萬貨房藝術節嘅策展嘅共同嘅夥伴。原來安尼談好嚟真神奇也得期待呢。不過除了安尼之外它還有乜嘅發通係一個有技術店，也係講4個社區入邊曾經期盼過，大家哪部分人同7到10部分人今年嘅反應係樣板啊？我哋4月10號來到也就會成立萬萬有店嘅有技術店嘅時間，我哋每10日對5日。6日、7日、8日，我哋每10日，我哋都有辦耆老說故事活動。更加目前已經辦了3次嘅。我哋每規劃2月第8時間，我哋都邀請到我哋書店嘅一位貨房，如係副太總理林志賢伊哋嘅主選來講伊哋。做乜嘅為做副太總理，也為故事來分享本4個歲，甚至全台灣嘅有興趣客家6隊嘅人來客家人來分享。第一次也有邀請到另外一隻貨房，林英珠伊哋台灣嘅主選，也係改讀歷史，也有伊哋嘅更加創立嘅可麗田嘅可可農園嘅伊哋嘅故事。我哋也有該度嘅對準對我哋咧發通個透過我哋自媒體也有睇對人宣傳，就算更加
所有的人的反应都真好。哇，唐风来过闹年呢。不过能攀也个发动，伊个讲故事的创体迄提数点地位，也係講像火鳳，藝術啲形容前面的火鳳，特個講故事啊。愛定因為按反應按熱烈，就算愛定本身都係本身前面是愛定的規劃是第4點的地位，但是因為伊個場面按鬧熱，認得到，係認清到，就算人家鄉公所，伊攏有第個愛定嘅生命園區，伊定有個帳篷，就算每一次判發通時，伊攏會請伊定鄉公所嘅工作人員來同我哋指引，來同我哋搭帳篷。反正都更加快是到年代每一張年，49歲一片都有相關的發通嘛，我尋到一個資訊，喺網絡上打49沙期入邊部分都有嘅，都尋得到嘅嘛。打49有機書店，慢慢有機書店。都尋得到嘅。講到入邊啊，因為人書店辦嘅開到嘅發通同沙期嘅互動也貴安尼書店更加工作人員除了人泰國之外，還有其他人嘛？冇像人按度嘅發通，一個人負嘅人。我哋目前來講，都係有兩個工作人員，一個羅秀玲店長，我林玉剛，我都係副店長。我哋目前兩個人也係用自貢嘅方式。我哋書店。伊少年伊台南人，就算一路善良嘅，落也就去做值班做志工。我本身因為我係49歲嘅，我都過得去，但是原則上我係善良嘅，書店嘅第一就係從咧所有乜嘅事情，我哋都盡量透過沙期不要就志工，就志工媽媽，盡量來對人做一啲勞動，來他感人來就聽書，做上我哋指引冇，但是我哋會盡量用也他感人向心力結合到也到所有嘅沙期力量，盡量來同發通，盼呢有聲有色。嗰所講其實唔同店長量係最主要負責嘅工作人員係做執行，唔過其他人數假使講有唔拉擺嘅時節，其實沙期因為作為按多年嘅沙期養草，甚至於講農村再生都更加地方創生，沙期其實對一個發通，對一個部分其實大家都可以從事，只要唔能有號召人家大家都會出來聽書嘛，做冇？係啊，就算比如講。前面我哋咧有一啲國泰照片，一照片，我哋都拜託我哋沙期，一定一片有嘢神槍嘢替代嘢，一第二年都同我哋摘錯，睡覺嘅有嘅下巴位生命園區嘅一定要同佢錢，個像比如講住來室啦所以有乜嘅飲料伴嘢來參觀咧就係。朋友來講，沙期個嘢政府嗰一邊嘅廟口美食，也會同我哋去負責。飲料也會社區媽媽都少嚟，也會同我哋負責。過來見我都講尋日就會演講者嘅指導大家人熱心。早上為了也會49歲嘅將來，也會可能轉型做一啲觀光休閒嘅啲嘢。大家人都可以有信心，也可以對也會將來抱着幾大嘅期望。唐風來聽講書店開咧條，其實幾個鐘頭都會同風來呢。哇，咁麼鬧熱到觀眾朋友，我哋49到49期，但忙神奇呢，大家為了愛辦法通，全幾個鐘頭都會同風來哦。唔過唐東入邊，我哋有機書店慢慢有機書店，其實嘅內容係乜嘅呢？我哋休息一下，下一段繼續來同大家紹介哦。到底有機書店有個書店係做乜嘅呢？有機係賣有機農產品嗎？還係有機嘅書呢？唐風來幫忙審計哦，繼續來請教我哋林大哥吧。
因那个咱书店按神奇名的有机书店，啊，到底其他个内容係做乜嘅？買有機嘅書嗎？伊个邮寄本身爱等一下头家，伊都有上到，伊个都会透过一啲苗，让爱等所有的喜欢阅读的习惯吼，给它推广出去。做上爱等能够按到万满邮寄书店。但是实际上爱等主要唔系卖书，爱等是以推广阅读的习惯，希望让大家能够透过也位来这位看书、借书，甚至将唔嘅生活变慢，做上我哋两篇书店两篇也做背包客栈，希望大家来到万满邮寄书店嘅时，将唔嘅脚步变慢来，透过唔嘅伊嘅人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来慢慢的来欣赏万满四条水，我等客家最美最人讲最美的一个风景，就是人情味。原来啊，嗰個其實有機書店佢個名誒，係加用有機一個精神啦，用本大家地講，有個書店係冇嘅，不過佢真實唔係喺賣書嘅，等到佢係喺分享一啲讀書嘅一個價值，也係講習慣，就等於講將人哋慢慢四條水打造成一啲書，歡迎大家來到人哋書店，天天嚟讀人哋四條水一本書，做冇？你一方唔能地位唔係喺賣書，地位要喺推廣閱讀，唔能啲書係用版來，大家揀出來嘛？我哋接觸該多嘅來自各地嘅，唔能只要唔能有錄下有該多嘅書，看過嘅，大部分都第一擺、第三擺都大部分都變一啲書櫃嘅，都見變係，可惜挑喺啲要更多打掃，就算都唔能用辦。我哋都接觸全台灣咧，唔同嘅朋友來，我哋要接觸證書，我哋來到也係唔係喺買書嘅，我哋都希望大家唔能拿人哋舊書來揾我哋嘅書，就算因為了推廣也嘅閱讀嘅習慣，也希望來到萬滿郵寄書店咧，借書嘅朋友拜託唔好一本落一定20邊元，主要都係按嚟推動也嘅閱讀嘅習慣，實際上我哋本身處嘅推廣閱讀來講，我哋主要也係接軌代發通，過來主要嚟做老街活化、地方創生也嘅工作。所以嗰個書店基本上係推廣一個讀書一個概念，等於講也係社區一個重要嘅發通地點，係冇？大家有限無限，有限嘅時間，想到冇想到也好，但係關係係行啊，係咪？根本在地居民他人寫字會去個老料嘛，去書店嚟坐料嘛。以出發開始一般來講，如果冇熟，都能夠就近夾隻連沙，如果進來看，可能是一定都會將啲知識，將啲嘅熟悉分享出去歸莊嘅，就算開始慢慢嘅，也會歸莊嘅人都會陸陸續續經過來。尤其嗰度嘅聲音咧，同嘢媽媽帶動伊嘅聲音咧，來這位來讀書。我哋本身，我哋書店採取24小時開放嘅方式，大門都冇得關。人來嘅時間，加上講我哋少年兩人冇得出版，都拜託唔能來到書店嘅時，將天課。天山甚至人去唔能夠改來，本嚟去讀書去借書去看書，拜託唔到做嘅時間，同我哋咧天山天火同人去同我哋關喺地，目前都會採取按嚟24小時嘅方式。點解講？人哋咧4條水除了一個郵寄書店之外，人還有哪條嘅特別特色啊？我哋本身來講，4條水。伊也要特色厝嘅老貨房，伊本身富態壯麗，也有後背嘅，也有雲氣，也有霧氣，
也向大家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人报告，我哋嘅秋凤姐，伊嘅妈妈也係我哋49歲年，伊爸爸也一下喺教書嘅時節，伊哋戀愛同我哋49歲年，伊也知心堂伊也喺思想行嘅萬安堂，也係睇我哋也49歲，早上我哋49歲，該到人文鐵石，我哋希望大家人來到49歲嘅時，也可以來一啲貨房來聊聊。安尼林太哥，假使講人哋呢啲嘅魔術啊，像一般老百人來到入邊，唔知啊，那貨房係那啊地部嘅故事係嘛嘅，可以去書店嘅請，又係講請萬人帶人哋來去嘅聊聊，講一下入邊嘅故事冇？我哋因為做地方創生，早上我哋除了做一個文化觀光以外，我哋也會做地方小旅行。早上到時節，如果該到嘅導覽解說，來為大家所有嘅觀眾朋友來介紹我哋嘅貨房嘅歷史故事，也介紹到我哋藝術家，藝術家來也接嘅創作。個甚至也會帶我哋嘅觀眾朋友來到也會各個地方來做伊嘅農事體驗，算做一啲煙台拼布嘅一啲體驗。都記嘅也可以去我哋咧可麗田農園，伊也有賣可可飲料，喺當主頭都記嘅，我哋更加也會設計我哋咧客家風味餐，到時也希望所有全台灣嘅觀眾朋友來到49歲除了時節，也本地來講可以去來食吃了教，本地帶着滿滿的回憶過去，也拜託所有觀眾朋友，唔能有限嘅時間來到我哋長嘅49歲來也錯了。唐風嚟規劃咧，冇以前將唐講我哋咧總批講頭擺唔看我哋咧河巴嘅又係講我哋咧準腳一槍又一槍，我哋下起嘅時節釣魚嘅啦，鳥怪嘅啦，嗰條。像唐人安嚟講，唔過我哋更加攏看得到咯。假使講真是真批好誒，可以下去接受一下太自然也幾好呢。唔過林太公分享按度嘅像小旅行某個發通嘅規劃也好，人哋假使講第一個資訊，也係講去預約法，出隻青年書店也係打電話去強公所，也係去那邊深入就去資訊去聯絡㗎。我哋更加所有嘅計劃都一啲開始喺籌備。我哋更加目前愛將一個先將一場意做好來。藝術家喺呢度進駐嘅時間，我哋都開始會將一個所有嘅資訊、小旅行嘅資訊，透過我哋萬萬有機書店嘅伊個官網，所以我哋林玉光嘅 FB，個我哋羅少年伊個店長 FB，所以我哋萬萬強公所，東港係保協社會，伊哋咧官網也會鋪上鋪上來，本所有嘅雲端本有嘅所有嘅全台灣咧，他感人來了解，到時唔能嚟報名。早上我哋除咗安尼以外，我哋都想講因為頭擺嘅49歲，都係靠一啲河巴，有法都願意按好嘅有個人文同風情。早上我哋都透過有個地方創生嘅伊個工作，伊結合到東港市保育協會，有個協會，萬萬強公所，個我哋萬萬有機書店，希望同有地區合作局來做我哋嘅河壩整治。更加目前來講，嗰度像呢埔嘅一邊，伊個污水、地下水攏開始有個整治嘅。我哋有個萬萬強，伊個有個國存，有個伊個無斷嘅污染。伊個本身嘅家庭污水冇整治，但是唔怕嘅，我哋主要49歲慢慢嚟講，伊冇工業化，早上更加主要污染愈來量嘅，一啲都一家嘅家庭污水，天熱都講畜牧污水，畜牧污水主要都講伊個血族嘅，早上我哋都伊個東港市保育協會，又同強公所，又同伊蘋果大。
一定有合作，有啲計劃，你希望我哋協助嘅，伊嘅所有的伊嘅廢料來對再製造，可能用嚟做有機肥料，菜利用，唔好將啲水嚟排到河河壩，減少佢嘅污染。減少，我哋將來影響有一啲計劃，如係頭擺我哋按到6對樽。我哋更加想要有一個籌備的計劃，叫做新的6對樽。因為我哋東江海伊嘅目前嚟講，除咗萬萬竹田呢鋪嚟講，都係入去東江海嘅水，但是實際上我哋客家莊也得萬萬同呢鋪嘅竹田籌住。其實我哋攏冇用也東江嘅水，也東江嘅水實際上當提嘅廣西抽水站來出來高雄也用嘅，做上我哋很快希望有一啲水資源的可能可以用嚟重分配。今日嘅期待講，真是河壩嘅整治好嘅，我哋6隊甚至講我哋四橋社區有無窮嘅風景可以看得到呢。哇，觀眾朋友！今晡日我哋真是了解講，其實慢慢唔單將足夠嘅，唔單將5橋水，其實每一個總條、每一個區都有佢嘅特色咯。從我哋嘅4橋社區，大家有閒嘅時間可以去老了看一下無窮嘅4橋社區哦。今晡日再一次感謝我哋林大哥帶來咁精彩嘅分享，希望有機會我哋可以來去參加我哋嘅活動哦。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人有閒來了。好啊，大家我哋有閒去4橋聊聊一下吧。唔過睇下之前，夾夾嚟聽到我哋先生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起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